喺香港，好多人唔係揀錯，而係低估咗個代價。我唔會講個答案，我只會講如果你咁揀，會發生咩事。人追快錢其實好正常，因為快錢背後通常藏住咗三樣嘢。第一係解脫感，你只要覺得中一次就唔使再捱。第二係證明感，證明自己判斷冇錯，冇揀錯路。第三，我會叫佢係逃生門，大家會覺得只要有一筆可以即刻離開呢個局嘅錢，但係問題，大家追嘅唔係呢筆錢，大家而係揾緊一個可以離開嘅出口。咁當然地下嘅系統其實都好驚大家會諗住一句說話，隨時可以走。好多人以為暴利最大嘅問題係風險高，但係其實唔係，暴利最大嘅問題係佢會改變所有人對你嘅預期。你一賺得快，系統就會開始重新計算你嘅成本，而合作嘅人就會諗，下次仲可唔可以咁快呢？上邊嘅人就會諗，佢係咪有嘢瞞住我，冇同我講？喺身邊周圍嗰班人亦都會諗，我可唔可以抄佢條路？喺嗰一開始，大家會變成一個長期俾人監視、比較甚至複製嘅對象。喺地下系統最討厭嘅就係呢啲，你要令所有人重新計算。仲有一樣更加現實嘅事實係，快錢通常係靠時機、靠運氣、一次性嘅條件。但係系統要係嘅唔係一次，系統要嘅係可複製性。你今日中唔代表你下個月仲會有，你呢次成功，但係唔代表你可唔可以再嚟10次。當你嘅生存開始依賴下一次都要中，你其實已經被逼入咗一個高壓嘅賭局。而地下嘅世界從來唔係將命運交俾賭局。大家可以留意下真正長命嘅地下系統，其實都係一啲好悶嘅運作，冇咩傳奇，冇咩一夜翻身，大部分時間嘢都做住差唔多嘅嘢，賺錢亦都係賺啲差唔多嘅錢。節奏嚟講可以話係偏慢，但係穩定。一般嘅外人睇到會覺得咁慢，不如搏一鋪咯。但係其實佢哋嘅心裏邊好清楚，慢係刻意嘅，因為慢代表可以控制，可以控制先代表安全。喺呢度，我想大家問自己一條問題：大家想要嘅真係錢，定係要一個唔再咁急嘅人生？大家而家做緊嘅選擇，係咪將大家推緊一個去要更快嘅位置？如果當大家一停就出事，一慢就再冇機會，個問題唔係大家夠唔夠狠，而係大家喺一個唔容許長期存在嘅系統入邊。地下嘅系統從來唔係反對你賺錢，而係佢唔相信越快越好呢件事。真正長命嘅系統唔係靠速度贏，而係靠可以慢慢嚟。如果一條路要你永遠都向前衝，你永遠追下一次，永遠都唔敢停嘅話，咁大家要好清楚，大家賺緊嘅可能只係時間，唔係未來。